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来共同研究，希望大家来共同研究客家诗言白话语文第17每10呢，就共有10篇文章。今每个主题係客家詩言語同一個華語嘅互相翻譯嘅一個課題，一共有360句。今每講嘅呢係第二部分，課文一詩一語對照錄音。第92篇，提供各位鄉親大家共下來研究客家白話語文安尼哈。頭下呢，大家都知得，熟絡了解客家詩言華語以及一個華語就互相嘅翻譯啦，嘅意義同運用，對日常生活、對講話啦、做人啦、做事啦。等等嗰度事情都有相同大嘅好處，而同一個合作，也係文化交流、意義表達嘅一個重要嘅一個部分。尤其擔任一個統一發音統一，我一個人啊，我精通雙方語言同文化，怎唔會來引往他人家，同時自家。鬧笑話安尼哈，主要呢，大家來了解咗華語同客語一個有乜嘅不同嘅地方啊？透過邊部分大家知道哈。第一呢，就是上調部分，客語有一個錄音，一個華語呢只有4音嘅哈，1、2、3、4音嘅。一個客家嘅詩言嘅有錄音，第二客家語詩言冇簡實音啊，所以這次好一個音嘛，簡實音嘛冇，所以講啊，你22就講啊，22安尼，冇做22安尼哈。第三。語音調子啦，第4同華語嘅會不同，個華語是有高音到中音，第4呢，一個客家詩言有中音到大音，一個大家聽華語歌同客家歌以後呢就可以了解安尼哈。第3音調嘅第13符號相同係叫嘅。但是華語係由大音到中音，非常上到高音。客家嘅詩言嘅由高音到大音，對到非常轉到中音安尼。符號都好相反，使用嘅方式也都好相反咯。一個第4呢，入上詞，一個華語冇入上詞，叫 BDG 同 MN 一個音嘛都可以冇。第5連音聲母嘅華語啊，嘅 V 呢 U 啊，我哋嘅是 V U 客家嘅國語嘅 E 呢送氣出去嘅，客家話嘅呢馬嘅意思啊頭話轉嘅，所以發音不同。一個部分呢佔有64嘅。有目的度嚟啊，佔有43秒，也非常嘅重要。所以以下希望各位先生、教書嘅先生啊，對於 V 同 U 啊發音嘛，我哋就正確先將咗嘅語言嘅語言嘅語，以文語也有以 U 同 N 嘅音，所以一發音發唔出來嘅原因，就會隨一隻嘅，隨兩隻嘅，安尼哈。以前嘅字母嘅尾音，共有一個尾音啊，轉變為連音式嘅，為了也咩能嘅背嘅兩個八個音節啦，一個華語嘅聲母，連音式聲母都是 R、A、O 安尼嘅，同時一個 A 音嘅呢是實體字，乜嘢係實體字？我注意看就啲嚟講啊，一個。乜嘅意思？望文生義關於講嘅哈，R 同 O 呢，就意思用義工談嘅，義工談嘅。第6
翻译嘅韵母佢是有3個音節嘅客家話就會多第七，單詞同創生詞都不同一個族群不同，單詞同創生詞都係冇相同一點，大家應該有所了解第八，學習嘅兒童學嘅韻母嘅語言嘛，那個連音嘛，是氣勢個音調音調不同，也意思都係冇相同一點大家嚟注意下。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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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按照冇相同也3、4種嘅意思都冇相同。一個就會講氣勢用義工談嘅，用也3條嚟做區別第九呢，這個族群與地方不同語音同文言各有多少不同嘅用法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那係客家西安同一個華語嘅語音、華語同文言互相翻譯。冇適當嘅時節容易發生冤枉他人家，也係社會面子嘅撈虧嘅所在尤其唔少華語同河洛嘅客家嘅鄉親要加強留意小心，堅強鄉親大家多多留意本文所提供本大家參考日常生活之中常用嘅客家話同國語嘅意思係在呢這個以上呢就開頭詞接下來呢就是上日所講嘅客家西安語同華語嘅互相嘅翻譯嘅那個部分都提點提嘅關於講道理。我哋客家話講立馬立馬帶立馬第二國學就國語國科客家話就講農行個米行呢就變成了行嘅同農行是冇相同面嘅佢做會出嚟做個行嘅國語呢就講米糠嘅兩個意思冇相同。顧客同米國語講顧客同米糠嘅兩個都冇相同顧客就會講農行米糠呢就講行嘅講嘅笑話，一個山豬唔曉得是行嘅所以講冇見識嘅人，沿途嘅人講係就有山豬唔識行嘅我哋嘅平地做過，而是行嘅第13不然，國語講不然，就個客家話就講冇手冇土冇路，一個手有3個音就係講手土路有3個音3音。好，第14女兒嘅摸嘢細摸嘢同摸嘢是冇相同我哋最細嘅摸嘢又講細隻嘅摸嘢細摸嘢就是女兒那個摸嘢是女兒細摸嘢就一般呢那個5年最細隻嘅摸嘢是指最小的女兒好，第2個第5有講過嘅細摸嘢嘅乜嘅一個還蠻前出家嘅，叫做細摸嘢家嘅呢我哋通常講歐巴桑冇得講夫人係一個尊稱嘅所在啦。再看第6男兒，國語講男兒是乜嘅意思呢？就個細來嘅男子漢來嘅來呢是人字邊做來細細嘅來字男兒就是細來嘅
啊，生来嘅唔係講生幾個來哦，男性就係嘢啦，嚇，啊，所以上來嘅人啊，不是本人講啊，個了嘅、來嘅、裝嘅，上來就變成來嘅，所以上來嘅人嚇，愛講來先生，唔好講來嘅，嚇，一個好貼切，哪裡叫幾隻嘅？幾隻嘅，啊，白虎向前呢，就某啲方面咯，幾搭嘅，嚇。第八，抱着用松樹抱着這個男人有三義嘛，嚇，男人，就胸前嘅就男，肚臍底下嘅呢就叻，啊，後來再講第九，我的就是講牙，一個就等於就牙耶，阿公阿婆安尼哈，所以牙嘅就是特殊嘅素材，就會做一個牙福卡，嚇。但是主嘅世界個牙主嘅，安尼講牙嘅主嘅，唔好講牙主嘅牛嘅。好，第十，你的就這個牙。一個有兩義嘛，嚇，嘅就呢有兩義，嚇，個拿同牙意思相同，一個就講啊，你的就是這個牙，冇就講拿啊。第十義，他的呢，客話就講牙，南部講牙，北部呢講夾。也就是他的就是那個一個白話文地圖裡頭，爺我的呢就嗌爺哈。好，再講第17，忌憚就是他們，而且閩南方面呢就講啊，言人字旁這個言的言啦，就是他們的意思哈，言啊一個省略句子，像闽南有嘅，忌憚就講言，嚇，能就講等，能啦，哦，一個複合音字，嚇，等這邊講啊，能啦，嚇，以為好咯，那個國語講以為就勞動過度，但是閩南中產方面呢就講過度嚇，過度勞動，但是講啊過度一個地方嘅語言。第14，嘆息就是偷貪，金錢啊，嘆息金錢。而語也有用嚟講咯，天北部向前講嘅，南部呢講安呢，就係安呢天，有重複嘅。客語喺度裡，佢都是重複嘅發音哦，加強一個意思，就是像講啊，安呢就是慢慢呢，就是天呢嘅意思啊。氣場，關於個氣場就腔長，所以像嘅腔起來個腔長啊，一個啱嚟講啊，雙重咯，也有人講啊。雙語面長講啊，雙重水木啊，佢同國語都完全都相反。人講氣場這個腔起來下面長，人講啊雙重是雙語面長單個啊。好，再講第18，疲倦，改甜，冇得講改開也就是呢，這個詞典地圖裡答唔出事了哈，天路哈。第19。不過可以講不過，這個唔拉，一個拉呢，一個用一下，像大家點入名字地圖裡來看看，能用一下哈。第20，樹碰就是樹拉。第21，用樹拉，用腳拉話咧，用手腳算，用腳那個。
有人讲永續拉拉，好多話講啊，拉拉都有啊啦，永續拉拉位都有一隻拉絲嚇。22一個蘇拉開，就好爽開支啊，開撳嚇，一個好爽開支，第23蘇呀呀位就是手指開想要。哦，俺哋客家話講啊，子從樹丫丫喂，就會手指開想要東西呀，樹開啊，按樹蝦有乜個意思呢？這個蝦呢，有門氏帶下做牙齒，嚇，但是這個一個筆嚇，一個菜，一個牙啊，這個5隻數字張開的意思。好，看一個土地地圖裡，蘇拉開是乜個意思？第2，蘇呀呀是乜個意思？啊，第3，數字蝦啊，個第4呢，就是5字合縱相雙啊，5字合縱相雙就是普通人本東西。第5呢，5字合縱相對下呢，就會拿一個動作。第6。松樹5字合縱相雙啦，就是承，那個繼承的承哈，一個承。第7呢，5字合縱相雙向前順啊，就是風。所以我哋對公婆啦，對做那個長官，就係雙邊人，用松樹表示禮貌嘅一種嘅表現表情哈。好啦，再看第5節啊，第5嘅部分。震動，客家話用我講咯，天動啊，震動上下動就講啦，震動。我哋講天動，冇天動啊嚇。第2訂婚，我哋就講一天的天，天婚我就講過天。呢隻詞呢，又可以講一個可以講有兩用啦嚇。一個言字邊天約嘅天，哦，一個天婚。過天有人講一個嘅翻譯，天黑客家翻譯嚟講咯，天烏暗暝，暗暝一個暝嘅意思呢是頭前的暗有冇音拿的後邊了，變成暝有第3聲，暗暝是嘆號，用嘆號所以一個國語同華語一個客家話啊，都是有不同的色彩。其實麻雀我哋講羅別的，又講和別的，有兩句嚇。人賭博嘅麻將，我哋有咩講麻雀？有啲日本話嘅片轉過嚟嘅麻雀嚇，麻雀我哋國語麻將打麻雀，唔係知道打麻將唔係打羅別的哈，打羅別的都講有相同打麻雀，嗰意思麻雀啊。按那個打麻將呢，我哋客家話講啊，打麻雀叫雀。第6，這個黃鶯就是黃雀啊，黃雀請黃公公度，唔知各位鄉親也客家社會特別我有看過哈，黃公公度啊。第9，那個高玩就黑人啊，黑是都係跟當前是用嘅咯，有人用黑人嘅黑啊，叫做闊，但是用河洛話轉過啦，黑人嘅是一個國研究專家所提供嘅，是20片做一個黑多黑嘅一片啊嚇，黑人啊。第8，關注官方啦，關注就是個曲難，我都曲單啊，個叫官難啊，就是關注啊，官難啊。第9，乳房，關於個乳房，客家話講嫩骨就錯骨嘅骨哈。第10，茶壺就茶雜嘅，客家話安面嗰陣時，雜茶嘅就茶雜嘅，熱石頭嘅呢就石熱嘅，
敦经济话呢，经济敦呢，也就是宰字有为了里面那个白连音字第11，家里就是屋下，屋下大部分人讲用家，但是也係用下，到底用哪個呢？一個色彩老師講家室中，要左下、堂下一個東西，家瓦行嚟，中家行嚟就係屋家，屋家同屋下一個屋，一個 VUG 一個 U 不能當聲母大家注意一下。第12，果子就是講屋嘅。屋嘅果子就是屋嘅。第6一個弟媳婦弟媳婦關於講弟弟到太太就講老太心口，老太嘅心口老太心口。老師呢就講先生，但係同時逢先咧用先生同時嘅嗌人那個先生，但是希望一個女性看到男性嘅老師在介紹嘅時間呢，冇講嗌嘅調教冇講嗌嘅先生如果嗰個nhà老公一個所謂按佢潘公堂嗌相同，調教是老闆，但是一個冇講，也就係嗌調教，因為嗰個那是你的老公好，老師同老闆就講調教，但是看每個地方。用一樣嚟轉變。第16是 people way， 蝙蝠就講 people way 17鼻梁就是屁股肩是3世代下多個糧食肩3肩康最高嘅地方。菜米關於是菜米，客家話就講團靚嘅所以宰字嘅連音字。就為了佢哋呢個背希望大家入名站喺度嚟參考熟落嘅哋第19是真的有樣真嘅呢，別抱鄉情真嘅唔係假嘅第20做盤南普人講做盤吊春冇做北春北用一下是比較的比較嘅比出北草比足第21祖馬關於所講母豬有主持嘅個朱小姐我講咯主持嘅按我哋客家話一個母豬關於是模糊咯，反正母性嘅就是母豬好，大家看底下嘅 people 呢個神奇，以倒吊水木嘅按石母呢，按 people 呢係按普魯動物一個實能嘅一睇講用講起嚟嘅用起嚟。但是 people 網絡天下嘅時候冇聽入去啦，必定會死喎，比唔行，同本體龍相反。本體龍呢冇看到天就會死所以拗到本體龍嘅時候，一格嘅抗議嚟對嚟安尼。後來睇體育團，關於講死是叫馬沙有。叫馬沙，就係我哋一個通常嘅所講嘅死就係嚟啦，死有好多種所以講體育師就講一個死就按到叫馬沙，按壁虎咯，就是岩沙嘅，岩壁嘅岩沙嘅，一個講法各地方嘅語言不一樣，有壁沙嘅，岩能壁嘅行路，所以就岩沙嘅。而且壁行嘅東西，這個壁沙位，第6就是國語是月份就月光開家月光開家乜樣嘅咯？西施和西施和，日頭開家咯，
伊就会落甲个多，伊错错安尼无吼，所以红布头很多人讲，人人有天宫的世界啦，佢就会讲啊，红布头个天强天龙诶，但是为个人个60岁就个说吼，个潮州那个潮州的潮哦，返潮就是讲啊，一个转运，啊，乜个会转运啊？皮料啦、盐啦，还不会转运，退回就大转水，哈，一个退回就大转水。西业呢，不都退回来，就是个大转水耶。随便就是青菜，OK， 这个到目前为止，好多活动学科一个分别啊，一个有时我穷用相同家用，怎样也客家话，国语客家话用讲咯，娘板都不相前，娘啊。一个地呢是副词，前面是形容词、动词啊。样就样的，用地用个就是哈。所以样板咯，就怎样咯啊？怎样的他都讲过，是样怎么样的啊？样贤孙做公八腿呢，上八腿下八腿啊，上面呢就按照主。按大下嘅呢，下八腿就按到做中亲啊，个中亲就是个穷乡嘅啊，仔细写亲，一个贤孙就讲设备就讲，但是一个跳蚤嘅种嘅设备咯，叫做设马啊，杀母，也冇相同啊，贤孙有人讲杀母。但佢唔係殺母，殺石白啊，石白，個石馬、跳蚤、假齒，呢三樣東西都係冇相同啊！嚇，假齒細隻嘅，跳蚤嗰會跳，石馬呢就講啊一個改體質，叫佢嘅石馬哦，假嘅石馬，咱們實際嘅三項呢，咱們就靠個同母呢相同，實際為神呐，哦，12叫做什麼東西啊？喊多乜啊？按多哦，喊多哦，乜個名啊？叫做什麼名？按多乜個名？但是另外一個按多係會加形容詞，按多加名詞啊，按多阿了吧。按多乜嘅按荷塘啊，按多按荷塘哦，哭就叫啊，叫，我就講叫字流淚，一個叫呢調嘅叫，也用口字旁嘅一種嘅一個叫喊叫的叫，按一個叫字嘅叫呢，屬於一個有流木字輩，所以人嘅叫同動物其他嘅叫用事冇相同啊，哈，按音是相同。自由就搶有，搶有嘅意思，唔單止唔單搶哦，有那個發音。第15，一包麵線，也就只講啊，一包麵線就是一支麵線，用一支哈，一個單位名詞冇相同，單位名詞嘅用法冇相同。翅膀。客家話呢就講啊，一甲啊，按個字號用呢就講個不一種啊，講秋啊，講秋字號只有個號哈，就按呢，其他嘅沒有辦法啦啊，不得已呢就個不一種。好，其實講啊，20火柴是個起火嘅東西啊，火柴。出來火，有那反來火，有個出來火哦，有3種嘅講法。一個圖片上有後票嘅一個出來火嚇。第22財果，同一個有財錢、有財條、有財華，一來推論嘅，所以財果應該用
钱那个财钱的财也就是但是用财那个幸灾乐祸的灾也就是啊虽然是来读一个财过财但是一个意思可能特的啊呢哈同情乜嘅呢同情呢同样嘅情境同样嘅环境而是对你嘅感觉啊叫同情啊同情不是可怜哦，可怜呢，值得同情的意思，体恤、身同感受这个同情啊，可怜就是离开一个地方啊，今日都同大家所讲嘅东西，用30分钟，人嘅练吟诗啊，那个大下嘅那个练吟诗，三幕只有 R、A、O 嘅啊，按一个咏诗只有12则诗嘅，但其中 A 音嘅呢？我ทุกคนทักถามจะเวลเยเมนเงเกเป个但因此个时间读本音，嘛个呢本音呢，就是说讲啊，韵母音啊，嘛个呢语音同读音呢，就是声母、上母、韵母个上跳ที่度上啊呢，所以本音也係當前，一個。推廣學位費嘅中間啊，學位費啊，就將一個 A 音呢 A 到大，只有讀本音，也變成聲音呢全部我都結實，調 A、牛 A 哈，一個怪 A， 用 A， 這個是不行的哈，這個就冇一個冇人哋傳統嘅話語啲到啲。唔會順口同面素材啊，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對一個練吟詩一個加強啊，另外一個呢就是大下面中南部對台嘅暗含水利暗含啊，係藝術講啊，拜託期望能夠做暗含頭前嘅嚟整理一下，一個係咩顧節呢啊？古籍同古節唔相同啊！哈，一個古籍就是古人所看行過嘅和保存嘅地方古籍，而一個古節就是有參觀看了嘅一種嘅好地方啊！哈，所以以前一個暗含頭前呢，根本都唔處理啊！一個希望政府機關講嘅到作為到大家認真嚟做案啊！哈。後來今日就講到這個承蒙大家感謝你，再見。承蒙俺自細有中意搶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